我看这几个客商身份可疑，行踪诡异，您是不是得派人去查一查，他们究竟从何处入我山西境内，又去往何处，有什么来头？香娥，卑职在。此事就交由你去办。卑职遵命。不知可是钦差大人到了？正是。二位是？卑职乃平西王麾下副将石青红。这位是我家二公子。你说的不错，这位就是钦差大人，姓龙，龙大人。吴应奇参见钦差大人，大人辛苦了。二公子果然是风神如玉，真是一表人才啊！是，虎父无犬子啊！钦差大人过奖了。啊，对了，二公子，这皇上特意命我悄悄护送丽嫔出宫探望舒大人。吴应奇拜见丽嫔娘娘。免礼。此事切勿声张，就我们几个人知道。卑职明白。舒大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至今一直昏迷未醒。丽嫔娘娘，别伤心了，说不定等会儿舒大人见到娘娘，就会醒过来了。秋官啊，你说这几个村民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失踪了呢？而且这些剩下的村民皆是一些老弱病残，你说他们都去了哪儿了呢？要说他们杀了杨把总，是因为杨把总调戏了那个客商的婢女，他们失手杀人再埋尸，这说得过去。可是为什么要带走那10几个村民呢？这不合乎情理啊！难不成他们是想将这些村民留作证人，将来去京城告御状不成？有这个可能。华阳村的梁老婆子一直都是个刺儿头。哎，你想啊，他儿子告状被咱们给弄死了，他孙子接着告，咱们给他发配关外，他能跟咱们善罢甘休吗？而且就这么巧，那几个客商就投宿在他家里，他肯定没少说咱们的坏话。说，还有脸说？消消气。既然知道这个老婆子是个刁妇，为什么早不处理啊？留下如此之祸患？我哪知道啊？他一个老婆子风烛残年了，有上顿没下顿，能活几天呀？谁成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跑出这么几个客商来。听密报说，这书建前1个月以前曾向皇上上了一道密折，去报我和整个山西官场的官员。当时皇上忙于敖中堂的事情，所以将此密折留中未发。现在敖中堂已经被皇上给捐尽了，看来这皇上可以腾出手来，有时间整顿吏治了。难不成那几个神秘的客商是来自京城的密使？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来干什么来了啊？你慌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整个山西的官场那就是铁板一块，只要书建一死，任谁都查不出什么。你说的轻巧，书建什么时候死啊？他什么时候死？就最后这么一口气，他什么时候咽？他绝活不过今晚。哦。龙大人，您陪着丽嫔娘娘先去探望舒大人，卑职带着手下把这驿馆里里外外都搜查一遍，布置好安防。好，去吧。这，走。丽嫔娘娘，龙大人，这边请。娘娘，二公子，刚刚我家老爷醒过来了。当真是皇恩浩荡啊！这丽嫔娘娘和钦差大人一过来，舒大人就醒了。看来真是被本钦差给说对了。舒大人，
一定是知道丽嫔娘娘要来探望他，激起了他的求生欲望，所以他就醒了。多谢大人吉言，这都是托了皇上的福。二公子，那就请带路吧。是。娘娘，舒大人就在这个房间养伤。哦，对了，皇上有一封密诏要我单独交给舒大人，有劳二公子先行回避一下。啊，好，那我等告退了。嗯。你们也先都退下吧。是。一欢，你们3个就先在门口候着吧。好，这婉欣，等会儿见到你爹，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千万不能太过激动或者悲伤，要不然的话，很可能会刺激到你爹。这样的话，他的伤势很可能会更加严重。是，臣妾遵旨。进去吧。爹。帅气，帅气。哎，舒哥哥，怎么办啊？你说这书剑会不会认出雪姐姐是假冒的？谁也没想到书剑还能醒过来。事到如今，只能随机应变了。你们两个在悄悄商量什么？什么都没说。我明明看见你们两个在悄悄商量，你们一定有企图。我可告诉你们，我在这宫里30多年，好不容易才有今天，你们两个可不能让我连紫禁城都回不了。叔父放心，我保证，你跟康熙都能平安回京。皇上，先别急着起来，安心躺着。舒爱卿，不仅朕来看你了，你看看，还有谁一起来了？爹，你是？我是婉欣啊。婉欣，你怎么还戴着面纱呀？啊，臣妾有喜有忧，都糊涂了。你是婉欣？真的是婉欣？你怎么来了？舒爱卿，朕知道你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所以啊，朕特意带她来一同探望你。临出宫前啊，朕已经封婉欣为丽嫔了，入主永和宫。谢主隆恩。婉欣啊，你既然封了嫔，你就是爹的主子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来看爹了，要好好的伺候皇上。婉欣啊，你忘了刚刚朕怎么跟你说的？别老顾着哭啊！皇上，臣妾忍不住，臣妾忍不住。行了，那你先去一边，稳定稳定心思。朕先和你爹说几句话。是。舒爱卿，朕这一次千里迢迢赶来，一是为了核实你密奏中的几件大事，第二是为了亲自调查你遇刺，你到底是被谁所刺？为什么他们要行刺于你？他们是不是因为知道你给朕上了密奏，想要灭口？不是灭口，是想要金钥匙。刺客身手非凡，
绝非普通劫匪，是臣拼死保护金钥匙，才被打成了重伤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凶手应该已经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。你能不能认得出来，他们的身手到底是出自哪里？不知道，臣只知道，在事发的前一天晚上，平西王府秘密的派了个人来。舒婉清，婉清，快倒水来。是。舒婉清，舒婉清。舒婉清，你先缓过这口气再说。爹，来，喝口水来，小心。再来一口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你刚刚说的平西王，平西王派谁来？派他来做什么？丽嫔娘娘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，下巴也变尖了？爹，女儿是思念您啊。虽说皇上对臣妾特别好，可是女儿每每想到爹爹您岁数大了，身边又没一个知冷知热的人，女儿这心里就放不下呀。可是你这眼神跟从前也不一样啊。爹，您糊涂了，女儿已进宫数月，哪能跟在家里当姑娘时一样啊？面色怎么也变了？这连日来赶路，女儿染了风寒，吃几副药就好了，爹爹不用挂心。啊！爹！舒婉清，舒婉清，舒婉清，李太医，李太医，主子怎么了？你看看，舒婉清晕过去了。主子，舒大人的脉象很不好，只怕随时都可能。啊！那可还有救？朕尽量一试。只是舒大人本就重伤未愈，又元气大伤，好不容易见到了主子，还有丽嫔娘娘，难免心情激动，多说了一些话，自然便撑不住了。至少3日之内，不宜再让他受到任何的刺激，更不能让他说话，否则再次耗损元神，恐怕就无力回天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去煎药吧。臣遵旨。丽嫔娘娘，主子，要不然咱们也先出去吧，让舒大人好好在这儿静养一下。李德福，你留在这儿，亲自照顾舒剑。这。走吧。真没想到，这个舒剑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居然还能发现我跟舒婉欣的细微不同。多亏我在他的水里下了迷魂药，把舒剑迷晕了。婉欣，快倒温水了。是。舒婉欣，舒婉欣。否则，他再多盘问我几句，就算我能应付得过去，康熙啊，也还是会起疑心的。也不知道六师傅找到舒婉欣了没有？咱们两边都不能再出半点岔子了，否则倾城的身份就暴露了。只有我一个人暴露不要紧，万一康熙心思那么缜密，他会想咱们在宫中的点滴细节，就会把你们两个也怀疑上的。舒婉欣就交给六师傅了。
至于这个书剑，不能让他再醒过来了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杀了书剑啊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书剑不同于鳌拜，也不同于刘德昭。在鳌拜权势熏天的时候，他却敢冒死向皇上上密折，为民请命，这样的好官你也要杀呀？我不懂什么国家大事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师傅们一直说要光复大明，但我只知道，在这个世上，你们跟师傅是我最亲的人。既然你们说我们是大明的子民，那我就有责任跟你们一起光复大明。可如果光复大明就要滥杀无辜的话，这我坚决不同意。欢妹，你别说了，我不听。如果你要真的杀了书剑的话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大师兄，就算易欢不反对，我也觉得这件事要在驿馆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杀了书剑，这风险也太大了。稍有不慎，就会被康熙发现破绽，那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那这样吧，我试着给书剑的药中加入少量扰乱心神之药，让他暂时丧失神智。等将来风平浪静了，我再帮他恢复神智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也不必将舒婉心软禁在明珠谷了，他们父女也能够团聚了。这个我同意。你看，其实只要我们稍微用点心思，多为其他人考虑考虑，不就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了吗？只是要让书剑像鳌拜一样丧失神智，又不让人察觉，这难度比杀了他更大。但是为了不让你失望，我愿意冒险一试。二公子，本钦差听舒大人说，就在案发的前一晚，平西王爷曾经派人来找过你。不错，事发前一晚，我父王确实派人来找过我，只因为我等刚出云南境内，就遭遇了一股劫匪。不仅我父王进贡的一些云南特产，还有一些值钱的财物，全都被劫匪给劫走了。哦，我父王十分震怒，所以就派人过来追问详情。我与石副将把情况禀报清楚之后，他们就返回滇都去复命了。怎么了？龙大人有什么疑问吗？啊，没有什么疑问，本钦差不过就是随口问问罢了。不知钦差大人还有别的要问的吗？没事。那卑职先行告退了。好。这吴应奇遇到书剑之前，确实遭遇过劫匪，他们也向朝廷禀报过，所以我才会派书剑护送他们进京。只是这平西王派人来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财宝吗？你怎么看？主子，您是不是怀疑这刺杀舒总兵的刺客和平西王有关？可是，如果这平西王早就知道这金钥匙的秘密，那何必先派自己的儿子把金钥匙送往京城，然后再派人半路去抢劫呢？那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？奴才以为，这刘德昭可是鳌拜一手提拔的，鳌拜老奸巨猾，他会不会假意向皇上禀告这金钥匙的秘密，然后暗地里又派人悄悄地来劫呢？主子，主子，书剑大人他没了。奴才一直听从主子的吩咐，守在书剑大人的房门外，就连一只苍蝇也不让飞进去。可是刚半夜的时候，奴才就腹内疼痛，我等不及换班的人来，就去了趟茅厕，前后才一盏茶的功夫。等我回来，舒大人他就……人还是软的，确实刚刚过去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娘娘，娘娘，钦差大人还在旁边呢。爹，父亲！你看，
太医，晚饭之前我还跟你探望过书剑，当时他的脉象不是一直很平稳吗？当时确实有所好转，只是不知怎么突然就……怎么了？有什么发现吗？舒大人身上有一股辽山参的味道，但是卑职所开的药方中并无此物。辽山参，此药有毒吗？此药无毒，但舒总兵重伤之下命在旦夕，此时用大补之药，反倒成了他的催命符。所以你的意思，舒大人是被毒死的，是吗？可以这么说。舒大人冒死为民请命，如果还有人毒害他，那这个人就是是非不分、丧心病狂了。主子，卑职已将这驿馆里的所有人等全部都拘押起来了。好，你先分别询问，只要是有可疑的人，全部都带到大厅来，待会儿我亲自审问。这。朱哥哥，你实在让我太失望了。欢梅，人不是我杀的。不是你杀的，不是你杀的，是谁杀的？你对我就这么没信心吗？今夜，哎呦，算了，我先去吧。你是说有人抢在你之前杀了舒剑？没错，而且那个人我们都认识，是这个驿馆的驿丞。驿丞？驿丞为什么要杀舒剑啊？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康熙说什么你都信，偏偏我说什么你就不信。不是朱哥哥，你先别生气啊。现在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。知道吗？如果你为了光复大明，变成了心狠手辣、不择手段的人，那样我会很难过、很失望的。你放心，光复大明是我一生的责任，我无法逃避，只能全力以赴。但是在我心里，永远把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。你的朱哥哥宁愿死，也绝不会让你失望，让你憎恨。朱哥哥，你能不能别这样看着我呀？你跟我说的这些话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。你不要觉得有压力，这是我对你的心。至于你对我的心，都听凭你的意愿，我绝不勉强。你说那个驿丞为什么要杀舒剑啊？早不杀晚不杀，偏偏这个时候杀他。我也不知道。康熙已经命索额图挨个审问所有的人。我虽然没有办法出面拆穿驿丞，但这个小小的驿馆早就被索额图所带领的大内侍卫在暗中包围，外人根本无法进入。要想查出在夜间行迹可疑之人，并非难事。糟了，这樊姐姐、叶哥哥还在驿馆当中呢，他们会不会被索额图当成疑凶啊？小师妹，我们没事，放心吧。叶哥哥，没事就好。小师妹，大师兄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叶师弟，你送给欢妹的金手镯很好看，我替她谢谢你。我本来想让她把那手镯戴上，好歹别辜负了你一片心意，但她自己不愿意戴，所以……叶哥哥，我现在的身份是钦差大臣的丫鬟，所以我身上不能带贵重的东西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把那个金手镯已经好好的收藏起来了。不戴就不戴吧，收好就行了。
大师兄，索额图已经找我们问过话了，有吴应奇作保，他也不敢为难我们。那就好。如果不出所料的话，康熙应该很快就会查出是奕成下的毒。不，真正毒死舒剑的不是奕成。舒剑伤情好转，肯定是吴应奇和石青红不愿意看到的。而正巧师姐的房间就在石青红和吴应奇的对面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也让师姐多留意一点他们那边的动静。我一直观察着对面的房间，结果发现石青红悄悄从房间溜去。那个黑衣人就是石青红。难道今晚潜入舒剑房间的，除了我跟奕成，还有石青红？没错。大师兄，我们何不借此机会，挑起康熙跟吴三桂之间的矛盾呢？这是一个好机会。叶师弟，你一向心思缜密，思虑周全，如果你能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光复大明的大业上，我相信你爹和师傅们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知道了，大师兄，我一定会抛弃杂念，一心光复大明大业。好，但愿你能说到做到。啊，此处不是说话之地。索额图已经将驿馆的人通通绑起来，等着康熙亲自审问了。我和叶师弟也得赶紧先回房间了，你们也快点去听审吧。好，注意安全。走，注意安全啊！钦差大人明察，小的只是路过舒大人房间，看见门口无人守卫，放心不下，这才进去看了一眼。怎么会是小的下药杀了舒大人呢？你还敢狡辩？本官已经问得清清楚楚，李太医开的药方中根本就没有辽山参。药铺的伙计也已经证实，今天下午你确实去买过这种药。驿馆的人也看到你夜晚之时悄悄进过厨房。大人饶命！大人，小的是看着舒大人近日身子虚弱，想帮他进补，小的也不知道这补药居然还会杀人呢。到了现在你还敢抵赖，真的以为本官好欺骗是吧？你一个小小的驿丞，怎么会有胆子谋杀朝廷命官？肯定是有幕后主使。你最好从实给我招来，说不定我还能留你一命。回禀大人，小的冤枉。小的在药里面确实放了辽山参，但舒大人却非死于小人之手。今晚，小的端着药碗去给舒大人送药。石青红，原来是你！真正的凶手跟小人一样，是用辽山参杀人。小的听见舒大人在临死之前亲口喊出了真凶的名字，就是石青红。混账！你血口喷人！钦差大人，卑职今天晚上一直在二公子房间陪二公子下棋，这一点，二公子可以为卑职作证。不错，钦差大人，今晚石青红一直在我屋里与我对弈，直到听到舒大人身故的消息，我们俩才一起出来。钦差大人，此事非同小可。石青红是卑职的人，此事可是牵涉到平西王府的清誉。我父王历来是效忠朝廷，效忠皇上。我吴应奇也是深受我父王的教诲，对朝廷对皇上，那是忠心不二。还望钦差大人明察。二公子请坐吧，这点本官自有主张。石青红，你既是整晚都与二公子待在一起，那可有别人作证啊？房中并无他人。房间既无他人，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包庇他呢？这位姑娘，似乎对吴某有些敌意。休得无礼！
这平西王乃是国之栋梁，朝中良臣，不可无端猜测。倒是你义成，你虽已承认有杀人的动机，可究竟是谁指使你这么干？无人指使，是小的与舒大人有私人恩怨。舒大人官拜3品，你一介小小义成，恐怕连给舒大人提鞋都轮不上，何来私人恩怨之说呀？不瞒大人，舒大人曾经因为小事给了小的一马鞭，小的就此怀恨在心。但舒大人确实不是小的杀的，还望大人好好审问石青红。够了！我平西王府与你素昧平生，你为何硬要将这屎盆子扣在我平西王府头上？小的确实亲耳听见舒大人临死的时候说的是你的名字，小人没有撒谎。你石青红，不得鲁莽。钦差大人自有公道。义成，你本就是一个小小的义成，哪有胆子谋害朝廷命官？你最好老老实实的说出你的幕后主使，要不然的话，很可能会罪加一等，连累你的家人。大人，小的是受人所指，可小的不能告诉你，否则小的家人就都没命了。小的有罪，可他们是无辜的。大人，就让小的以死谢罪吧。他舌下藏了见血封喉的毒药，见势不妙，便咬破蜡丸自尽了。今天晚上我看见的人是义成，但是抢在义成前面的是石青红。看来想对舒剑不利的，应该有3路人马。主子，李太医也在啊。一嫔娘娘悲伤过度，我来给娘娘诊脉，开一些疏散之药。婉心啊，你不要太过伤心了。你爹虽然去了，但是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至于你爹的后事，你要是有什么想法，就尽管提出来。臣妾是没侥幸，一切但凭主子裁夺。行。那我决定明日一早就护送你爹的灵柩回太原府。虽然这宫里规定，这后宫的嫔妃不能因为娘家的丧事披麻戴孝，但是这是宫外，朕特许你穿素衣，以尽孝道。等回了宫以后，朕再追封你爹为从一品，以慰你爹的在天之灵。谢主子隆恩。哎，龙小弟，你可得为娘娘的爹报仇才是。这个义成说的石青红，可是吴应琪身边的贴身侍卫。小声点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哦，我也怀疑这个人是吴三桂，只是此人极其奸诈狡猾，很有可能在鳌拜身边埋伏了奸细。说不定他送出金钥匙以后，才知道金钥匙的底细，再派人追回也是极有可能的。只不过吴三桂兵强马壮，雄霸一方，我暂时不想打草惊蛇。哦，怪不得主子要替他敷衍过去呢。这鳌拜的余党和吴三桂，都是我的心头大患。可是这重症不可用奇药啊。主子，这舒总兵之死，还有山西的贪腐窝案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查清楚的。这为了安全起见，不如主子您早些回京吧，然后由奴才陪着丽嫔娘娘一起护送舒总兵的灵柩返乡，可好啊？索大人所言极是，主子还是早点回京吧。行了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的安危，但是这次出宫以来，所见到的事情简直闻所未闻。纸上得来终觉前，我还是想在这山西多待几天，多体察一下民情。可是主子，现在这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，这万一出现什么意外，奴才怕是担当不起啊。身为天子，
最大的威胁，不是一些宵小之徒的暗杀，而是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，让百姓天天盼着你死。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深宫里面，仅凭折子来治理天下。虽然在这儿体察民情会冒一些风险，但是既是值得，也是应当。龙小弟，说得好，我支持你。以后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这个老大都会拼命保护你的。反正龙小弟说过，大清吹牛不上税嘛。老大，你虽然力有不逮，但其心可嘉。你这份情，我领了。主子，通宵审案，这天都快亮了，主子还是早点休息吧，保重龙体要紧。我哪还睡得着啊？天一亮，我们就出发吧。这，钦差大人，今天一早，石青红就去了那个义城的家，听其邻居讲，就在前几日，巡抚衙门的捕头在其家搜出一箱赃银，目前他的妻儿老小全都入狱了。本钦差明白了，多谢二公子。钦差大人，我无视父子，无论是对皇上还是对朝廷，那都是忠心不二。还望钦差大人回到宫中，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。那是自然，只不过这未被盗的永历帝遗物，就有劳二公子继续送往京城。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大人，请上马。撤！倩影姑娘，不如趁着清晨天气稍凉，我们上路吧。好。这钦差大人叫龙三，这满朝的官员之中，哪儿来的这号人物啊？这龙大人一行十分低调，一直身着便衣，从不惊动地方官府。一入驿馆，便屏退左右，要与书剑密谈。书剑因伤，未说几句便昏迷过去。一成原想在夜里投毒，接过了书剑，可没想到被平西王府的人抢了先。龙大人不敢得罪平西王，所以就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一成，逼着他说出幕后的主使。哼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啊！本来这书剑御赐与我们没有一文钱的关系呀。本想着这次可以除却我这眼中钉，现在可倒好，这屎盆子全都扣到咱们自己脑袋上了。大人，一成知道自己把事情办砸了，怕连累妻儿老小，已经服毒自尽，并未供出大人。我告诉你，若是此事深查的话，那还查不出来这义城的一家老小是咱们抓的？这龙大人一看还不明白？现在急也没什么用了。依我看呢，咱们只能是一口咬定，这义城的妻儿老小是窝藏赃款，咱们是秉公办案，只要不让这个钦差找到证据证明书剑的死跟义城有关，那他就根本奈何不了咱们。但愿吧，但愿这个钦差大臣跟以往是一样的，是一个懂规矩、好说话的。这吴应奇的反应还挺快，他连夜派石青红去这个义成家里查探。据他的意思，这个义成应该是受了山西巡抚刘德昭的胁迫，所以才会铤而走险，毒害书剑。主子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吴应奇的话，这事儿分明是吴三桂跟刘德昭两路人马都想刺杀舒总兵。这刘德昭想杀舒总兵，肯定是认为舒总兵手里有他的什么把柄，而劫走金钥匙刺杀舒总兵的人，肯定就是吴三桂那批人马喽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龙小弟，你一会儿别骑马了，骑马太辛苦，你还是上车来吧。那可不行，我现在的身份是钦差大臣，
怎么可以跟丽嫔同坐一辆马车呢？再说了，这驿馆的风声闹得那么大，肯定已经传出去了。要是我的身份也暴露的话，那可就真的危险了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方可叹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。手握乾坤，仙风女子在云端。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。天与地，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，回远方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。天与地，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书几许情愁，望月凭栏，星辰如梦，心缱绻。心情